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送外卖，博士后送外卖。最近，一名拥有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的39岁中国男子，因送外卖的视频走红网络。短视频账号丁某昭频道，这个叫丁某昭，自叙今年39岁，名校博士，目前在送外卖，引发舆论的关注，也引发网友热议。根据这个丁某昭自己说法，他2024年失业，被裁员，然后找不到工作，然后就跑去送外卖。丁某昭自叙曾在2家海外外卖平台和美团跑单。大家看视频，我用这个视频介绍一下我今年失业的一个情况啊。就2024年3月左右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这样一个离职通知。然后很意外的是，这一次我的合同并没有被续约，所以我就相当于合同期满，然后就自动离职了。然后我问了一下身边的人啊，我们团队大概一半的人，也没有收到续约通知，也就是有一半左右的人有一定规模的离职了。然后在离职了之后呢，我就四处寻找机会，然后我面试了大概10次左右吧，但是要么就已读不回，要么就遭到拒绝，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一份 offer。所以呢，我就同时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。由于这个博士送外卖确实吸引了大家关注，连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也进行了报道。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叫送外卖的南大博士，是今天发表的。他这个报道这么说的，他说一名拥有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的39岁中国男子，因送外卖视频走红网络，在中国就业压力加剧的形势下，引发学历贬值讨论，也陷入贩卖焦虑、收割流量的争议。也就是网上的争议还是比较多的。丁某昭他走红网络之后，有很多人质疑他，怀疑他的这个学历是假的，有人怀疑他这个送外卖是假的，各种说法都有。联合早报说，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的丁远昭，今年6月进入公众视野。时值高考结束，他身穿中国最大外卖平台美团的送餐工服，以39岁男博士、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生身份出镜，从博士到骑士的身份反差，让一段短短40秒的视频获得10万次转发。在视频中，丁远昭讲述20年前高分考入清华的经历，称无论高考考得好或不好，心态都放平，大家以后的工作都差不太多。还形容送外卖服务社会，养活自家，是个不错的好活。不少中国网民感慨，学历贬值的时代真的来临了。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到头来都成了骑士，骑士就是送外卖啊，德士应该就是的士的意思，就是开网约车。丁远昭在职场社交平台公开的信息显示，他拥有诸多光鲜的顶尖名校背景。2008年在清华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后，进入北大攻读能源工程硕士学位，随后在2012年来到新加坡，从南大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后，又前往英国，在牛津大学得到生物多样性硕士学位。他从2021年开始在国大任研究员，在新加坡的国大任研究员。在国大工作期间，丁远昭便已开始在新加坡送外卖。2023年7月，他曾发文透露正面临失业压力，因此闲时送外卖，还配上穿着外卖平台送餐服的照片，并晒出一天送20单，收入110元的薪水单。这个是他在新加坡送外卖。根据丁远昭的贴文，他和国大的工作合同在2024年初到期后未能续签，当年4月便又开始在外卖平台做全职送餐员，至少3个月，一周干7天，没有其他收入。这2份新加坡的送餐经历，丁远昭都有在微信公众号上公开分享，但并未获得太多关注。直到今年6月，中国毕业就业季，一身显眼的美团黄色送餐服才将他推向流量高峰。
也引起外卖平台的注意。美团星期四，也就是7月10号，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，丁远昭2月在福建厦门注册成为兼职骑手后，仅有6天上线送餐，4个多月里共配送34单，到站收入174元人民币。文章称，丁远昭发布的全部49条视频中，有19条身穿美团骑手服，更在高考前后密集发布13条视频，流量暴涨数倍，并因此质问他真的在送外卖吗？丁远昭今年4月更新的个人网站简历或已给出答案。他在简历中称，正寻求世界各地的助理教授和讲师职位。长期往来新中两地的微博大 V 冯大辉认为，丁远昭送外卖不是因为找不到所谓的正经工作，更像是在搞噱头，想做自媒体博流量罢了。美团在上述文章中称，丁远昭的视频爆火后，不少自媒体开始传播广州美团满员历史上第一次，本科率接近 30%，7万硕士30万本科生在美团送外卖等不实信息。但博士送外卖能成为流量密码，显然是切中了中国当下的社会情绪。年轻人就业难，一些中年人陷入失业焦虑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这是联合早报的这个评论。他说，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5月青年失业率虽然已降至近1年新低 14.9%， 但仍在2位数高企。针对中年人35岁招聘年龄歧视，在职场也依旧普遍存在。中国社媒上近期还出现不少找不到工作、失业并因此崩溃痛哭的视频和贴文，频频引发网民共情。这些哭声并不遥远，更不应被忽视。所以我来谈一谈这个博士送外卖。我记得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，经常会引用一些视频、一些 UP 主的说法，在里面重点会讲一下。我说这个 UP 主拍的这个视频不一定是真的，也可能是文案，也可能是剧本，但是这个 UP 主所说的这个事一定是有的。同样，丁远昭博士送外卖，他拍了那么多视频，按照美团说法，那他就是在演。但是他演的这些博士送外卖，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肯定存在，只不过很多人他不拍短视频，或者有人拍了他也不火，人家随便记录一下。但是送外卖博士找不到工作，这个是一定是存在的。为什么？这个丁远昭他2024年在新加坡他就失业了，他新加坡国立大学什么研究员没有跟他续签，他就失业。他在新加坡送外卖，他在新加坡送外卖，他也发社交媒体，但是没有引起大家重视。为什么？很有可能他在新加坡送外卖，他发的自媒体，他的受众主要是新加坡，但是新加坡就业没有那么难，所以你发这玩意没有办法引发共振。结果你看，他今年6月份，他在按照美团说法，他是在福州注册了外卖兼职，他就开始发视频，结果一下就火了。为什么在这儿能火？恰恰说明在咱们这儿博士送外卖符合大家的想象，也就是大家都感觉到就业非常难，大学生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，就失业。你博士到了39岁、40岁，你找工作非常难。40岁你找什么工作？一旦失业了就非常难找工作。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博士都要去送外卖，那一定有很多博士他没有办法再找到心仪的工作，只好送外卖。所以说我认为丁远昭他拍的博士送外卖这个事情那是千真万确，要不然也不可能在这儿引发共鸣。有人说他贩卖焦虑，我觉得这不是贩卖焦虑。至于丁远昭这个人，他拍自媒体，他是搞流量，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他想做自媒体，他搞流量天经地义，他不违法，不要弄虚作假。他要弄虚作假，平台就应该封号或者限制他。所以我们作为看客啊，也要分清楚这个作品到底是演还是真实的，他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。没有人要求短视频平台上必须是真实的记录，自媒体发的作品很多都是剧本的，都是演的。
大家不会一看就认为是真实的吧？他只是个演员，他把这个真实的事情他演出来，没毛病。所以说丁远昭利用博士头衔反差送外卖的搞流量，做自媒体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个我相信丁远昭他做自媒体也是被逼的，也就是他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找不到心仪的工作，他实际上他还是想找什么助理教授和讲师职位，一直找不到，那他总不能饿着吧？所以他转型做自媒体，这个没有毛病，这叫自谋出路。这个就是响应人民日报的号召，脱下长衫，他不是送外卖，他做自媒体，他只是从外卖这个切入，因为这个有流量，用博士后的身份去送外卖，所以他的职业规划首选是当教授，去当讲师，在大学里面任教，这是首选。他现在还在找，那这个找不到怎么办？他就做自媒体，不是送外卖，他是做自媒体。送外卖只是他自媒体的一个内容，恰恰他击中了当下咱们年轻人的焦虑，工作难找，毕业就是失业。很多现在大学毕业的、研究生毕业的、博士毕业的，找不到工作都去做自媒体了，因为做自媒体好像成本低，投入低，只要投入时间，一部手机就可以开干。博士送外卖各有各的原因，博士送外卖他不是真的送外卖，他很有可能是过渡，他下一份工作还没找到，但是他要吃饭，他要养家，迫于无奈去送外卖，边送外卖边找工作。有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我相信那些高学历的人送外卖，他都不是说准备拿外卖当他以后的工作了，他只是过渡，也就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所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他的评论还是比较中肯的，也就是我们不要去批评丁远昭，你搞流量，你贩卖焦虑，你自己送外卖是假的，人家是做自媒体也是迫不得已啊，人家初衷是要当讲师，当这个教授，可惜没有机会。所以说联合早报他是从这个角度博士送外卖能成为流量密码，显然是切中了中国当下的社会情绪。年轻人就业难，一些中年人陷入失业焦虑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中国社交媒体上近期出现不少找不到工作、失业，并因此崩溃痛哭的视频和贴文，频频引发网民共情。这些哭声并不遥远，更不应被忽视。这个博士送外卖，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不是说丁远昭这个人居然没有送外卖，你在上面搞流量博同情。与这个博士送外卖形成反差的，那今天晚上还有一个热点，12.3%的受访00后存款超30万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上了热搜，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，热议。6月份呢，叫 DT 商业观察联合第一财经发布了2025年年轻人存钱小调研，向大家征集有关存钱的那些事儿，共回收1825份问卷，其中00后、95后、90后高县级城市，也就是新一线城市，叫高县级城市，人群占比较高。根据这个问卷调查得出个结论，什么结论？就是12.3%的受访00后存款超30万，这一时惊起千层浪。你看，一边是博士送外卖，你说你送外卖，你腿跑断了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这边是00后存款超30万，还不是一个人，是12%的人。所以大家就好奇，这00后不是一毕业就失业了吗？一毕业就失业，他哪来的钱存30万呢？难道是家长给的压岁钱吗？00后现在才25岁，最大的如果是22岁毕业，那最大的也才工作3年，你要存30万，相当于1年要存10万，一年存10万，你一个月就得存1万块，那你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？你吃喝除外，你能存1万，那你工资至少2万吧。00后一毕业就能找月薪2万的工作，这是00后。他要是读研究生，他应该还没毕业，他找不到工作。要读博士，那还没开始考，所以他就是本科。你毕业之后，你就是清华北大毕业，你本科你也很难拿到2万一个月。现在即便是调研的人群是一线和新一线的00后，那这个数字也不可信。你清华北大本科毕业，你进华为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。如果你要把这个社保、个人所得税扣掉，你到手要2万块钱。
那华为得给你开多少钱工资啊？一个月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00后有人能存30万，这种可能性是有的。但是说12%的人，12%的00后啊能存30万，这个才叫制造焦虑、贩卖焦虑。根据这个央行公布的数字，全国仅有1.5%的人存款超过30万，全国范围内超过30万的只有1.5%。如果按照招行金葵花数据，90%几的人存款不超过1万。当然了，互联网上人均年收入100万的确实比较多，大家都是动不动就是几个 W， 一个月都是几个 W， 就感觉互联网人浮夸之风盛行。毕竟不交税，所以你说你要月薪5000，你都不好意思说。实际上，你月薪5000，你已经跑赢了90%的人。但是在网上月薪5000，你怎么好意思说？你发现了吗？就你越刷短视频，越觉得自己好穷啊！我们网络上全是那些个高收入的人，比如说00后创业年入100万，外卖小姐姐送外卖5年买下一套房，大学毕业就提车，起步就是 BBA， 国产车狗都不开。好家伙，在互联网人均保时捷遍地爱马仕，月薪2万那都得是贫困户。你再看看你自己，不仅没有存款，你信用卡花呗一堆账单还欠款呢，合着全世界就我一个穷鬼呗，搞得你都怀疑人生了。先别急啊，我今天就是专门来帮你们粉碎焦虑的，带你看看这个世界的真相，顺便看看你的收入到底排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，帮你找到自信。先搞清楚一件事啊，就是网上这些个炫富造富专门让你焦虑的人和视频，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2组数据你就知道了。2025年全国大学的毕业生人数将突破1200万人。1200万人什么概念啊？2个新加坡的全国总人口了。而且去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是1190万嘛，但是就业率只有55.5%，也就是说去年还有530多万人没有找到工作呢。那今年又多增了1200多万的竞争者啊。我们再看看收入层面到底是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啊？今年2月份的最新数据，咱们国内月收入低于1000的5亿多人，月收入低于5000的人最多，有13亿人。而月收入高于1万的呢，只有854万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月收入过万，那你就是全国6%的人了，你就是人精啊！就连北大、清华这样顶尖学府的毕业生，平均薪资也不过1万块钱。你就想吧，你跟清华、北大的人是一个收入阶梯的，所以很明显，月薪5000左右的人才是大部分人真实的收入水平。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社交平台上大家看到的好像都是年均入100万的人？因为那些喜提豪车、住大别墅的视频不是真的为了记录生活的，而是资本收割你的陷阱。炫富视频看多了，谁不焦虑？这就是资本的第一步，让你先焦虑起来，让你对有钱和有面这件事情充满了渴望，然后资本再偷换概念，给产品贴上某些特殊意义的标签，比如说手表是有钱人的标签，汽车是成功的标志，让你不得不被绑架，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物质竞赛。这段时间拉布布不是特别火吗？高溢价，那年轻人哪怕兜里没俩钱哈，那也得买。我就问你，哪个买完拉布布的不发个朋友圈，不发个抖音炫一下的？所以晒的是什么？是自己的消费成果，也是个人的价值。你发现现在各个社交平台都给我们构建了一种虚拟的消费竞赛场景，将消费行为和个人价值直接挂钩了。年轻人形成了一种我不消费我就落后的心理压迫感。那买不起怎么办呢？跟我借呀！资本推出了各类的金融产品，无缝衔接这种收割。数据显示，有53%的大学生都在用贷款买一些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商品。说白了，一大半的年轻人都在被借贷产品收割呢。你看看资本这套组合拳打的，先给你洗脑，告诉你穷就是原罪，再掏空你的钱包，最后让你打工还我的债。所以下次如果你们再刷到那种炫富的视频哈，你要么就当热闹看得了，要么你就直接划走。真正的有钱人那都在闷声发大财呢，只有镰刀才会整天在你面前晃悠着，等着割你韭菜。就这个道理。实际上我看到这样的这个调查，12%的00后存款超30万，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隐忧，它不是好事。就无论这个调查准确不准确，都预示一个不好的经济现象。如果说真的是有12%的00后存款超30万，这个恰恰反映的什么呢？大家不消费，对吧？作为00后年轻人，玩命的存钱。年轻人应该是消费的主力，他们需要买手机，需要旅游，需要买车，需要泡吧，需要买衣服，各种时尚，真是要花钱。结果他选择了存钱，追求存款，这个实际上是不好的。那怎么刺激消费？应该把这30万拿出来去买个小米的 U7或者苏7，不应该存银行。所以说，如果真的有12%的00后存款超30万，这个是不正常现象。恰恰反映咱们消费不振，有钱都不花，年轻人有钱不花。无论是博士送外卖，还是00后存款超30万，都是当下年轻人的一种焦虑。越焦虑，越存钱，越存钱，经济就越不活跃，消费就不振，越不振，大家就越容易失业，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恐怖螺旋正在加速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
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